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。来看早起3位候选人拢到市场来扫街拜票，啊，这个话题也是针对着周玉蔻。蒋万安是炮火十足，批评周玉蔻前一天甲张淑娟道歉，叫做霸凌式的道歉。蒋万安讲，陈市长的团队有真侪女权的斗士，包括管碧玲、吴思瑶等等。但是针对这个代志，因竟然拢激点点无出声，根本就是帮凶。啊，陈市长是来回讲蒋万安乌白牵拖。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一透早有真侪行程来到目沙市场，和摊商接触，要甲基层的票源顾好。拜托支持哈，和少年人支持你们哈。主持媒体人周玉蔻前一天对张淑娟的强势道歉，引起蝴蝶效应。陈时中的团队里面有非常多位女权斗士，但是这一次周玉蔻霸凌一位无辜的女性，她们全部晋升。我想这一点让大家看到假女权斗士的真面目。其实陈时中，你跟周玉蔻的好交情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但还是要就事论事，不要再当周玉蔻的帮凶。点名陈市长的竞选团队女权斗士拢无替被害人出声，都是周玉蔻的帮凶。另外一边去大安区成功市场的陈市长听到安尼评论，真生气。他这个的连结基本上就是不当的连结嘛，乌白牵拖哈。讲要互选举回归本质，其他八卦无需要伤关心。谢谢哦，我们需要加班。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批评周玉蔻的行为，让人真生气。就是一个媒体人用他的社会公器，然后打压一个平民百姓，这件事情我觉得真是令人发指。所以我觉得已经比什么谋财害命更严重。台北市长候选人拢做好准备，要来打击每一个对手的打击点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